台湾无伫喙脣皮顶，伫耳孔边。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阿正先的讲台湾。观众朋友，大家平安顺遂啊！又到了咱情景报的单元啊，咱介绍新的进程呢，咱先来留一个有关田园的咱讲过部分，户籍教民教识，也着种，也着补，耕作着人路，田园着照顾，也要食，也要做，唔通拍远生草埔，破桶着苦。破鼎着补，木瓢木刀勤俭有补数，勤做着勤修，守望上座是龙潮，早七大成修，圆粒布尖共清油，乌尖白壳软尖骨，万花青果五两卒。好，咱今日呢，就来介绍新的部分，豆麻未洗国行出，这什么意思呢？豆就是豆啊，麻就是麻啊，麦就是麦啊，洗咧就是洗啊，各行出就是讲豆啊、麻啊、麦啊、洗啊，一种一种咧一人一人咧开始大长这个洗吼，咱传统的文献咧会讲伊叫做番洗，那叫番洗。听这个番的时候，你问家了就讲什么青番、石番那款的番啊？这个番呢，通常指外国。这个洗吼，就是咱一般华语来讲叫小米啦。讲豆麻未洗，各行出。过下呢，豆芽、豆菜该着核。我想咱以咱今仔日的教育吼，真济少年囡仔唔知影讲是安那豆芽、豆菜吼，得爱核啦。像阮做囡仔时候，阮就定听讲爱核豆菜，还是讲底豆菜、甲底咧、甲核咧，还是甲翕咧、翕豆菜。像这生活中的物件呢，咱的教育呢，拢较无咧重视，真可惜哈。豆芽甲豆菜有啥差别？这个未发芽的进前呢叫豆芽啦，发的时呢叫豆菜啦豆芽、豆菜拢爱甲地咧，才有法度发大长啦。这若要用科学来讲的时候，现在是按照要用地、要用核的、要用翕的，用华语来讲，这台语可能歹讲，叫乙烯啦，伊会产生这个乙烯，甲伊的根部甲压掉咧，互伊迄个根袂使一直大起来，安尼豆芽发着较肥嫩啊肥嫩啦再过来，客甘蔗前头入后头出，客甘蔗客就是假啦，一支一支的甘蔗前头入去，甘蔗尾咧较出来。用今仔话来讲，就是用机器加甘蔗汁啦。过来呢，白土豆光烈风透忽忽，白土豆就讲油车呢加土豆引壳啦，加迄壳呢加引我掉啦引壳。什么叫光烈风？风果那像光烈啊风安尼啦，哇，呼呼叫的声音啦，叫透忽忽。大人遐无用囡仔咧，大人无哩边啊，是囡仔人就安那较活骨啊，较活跳啊，所以囡仔低腿乱不，因为大人无哩边啊，嘛无咧个看过，就安那迄物件下咧，伊就安尼伫咧耍，伫咧佚佗啦。讲囡仔囝呢，举低腿呢，伫咧佚佗啦，乌爸母四界伫咧耍。过要来讲四季一年四季一年四季，讲春夏秋冬四时勤劳，这真简单啦。春夏秋冬嘛，一年四季啦。春夏这个夏有人读到下啦春夏秋冬，不管春耕、夏耘、秋收、冬种，拢有固定的工课咯。爱劳动打拼啊，所以叫做四时勤劳啦。大家季节拢有工课啦，唔通上风骚你唔通去想要风骚唔通想要去外口甲人学风流你唔能讲我即摆我已经收好啊，袂使好，咱时间的关系，我最后就甲今仔讲的呢，我来甲念一个豆麻未洗各行出，豆芽豆菜该着核，客甘蔗前头入后头出，白土豆光烈风透忽忽，囡仔低腿乱不，春夏秋冬四时勤劳，唔通想风骚。好，多谢大家。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由当洪正教授主讲，当牛收录，多谢收听。